2013年，香港女演员蓝洁瑛当众讲出了自己20年前的悲惨遭遇。干嘛强奸你呢？我以为他喝多了酒。是真的强奸你了，真的强奸你了。虽然采访当中幕后真凶的名字被消音，但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一个人，身为港圈大佬的曾志伟。而即使在此之后，他当着多家媒体的面举行了记者会进行澄清，可大多数观众并不买账。至于原因很简单，这种绯闻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早在90年代，曾志伟在执导电影《安乐战场》时，就曾发生过女演员于倩雯被男演员真枪实弹侵犯的丑闻。不知道是不是受创太深，随后这位女演员便直接宣布退出娱乐圈。而在近几年，无论是跟着大网红一起卖假货忽悠老百姓，还是给缅北4大家族的人助手，曾志伟都是首当其冲的主角。说实话，如果按照正常情况来说，他早就该被封杀了。可至于为何迟迟没有动静，原因也很简单，他的根扎得太深了。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深扒一下港圈大佬曾志伟的传奇人生。1953年4月14日，曾志伟出生在香港。跟很多其他穷苦出身的明星不同的是，他打小是含着黑金汤匙长大的，基本没受过什么苦，也没遭过什么罪。因为曾志伟的亲生父亲曾启荣是当年香港4大探长之一吕乐的左右手，可谓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知道吕乐一直有一个5亿探长的称号，而如果将那笔钱换算成如今的财富，基本就是在150亿人民币左右。很显然，能在这样的大佬手下做事，曾志伟的父亲绝对不只是有钱这么简单，人脉背景和关系网早已遍布黑白两道。而由于其父亲喜欢踢球，年幼的曾志伟便也开始跟着征战球场。其实刚开始父亲还想着他能够多运动长长个子，但奈何最终身高还是停留在了1.6米。不过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看到亲爹每天一大堆人前呼后拥的风光模样时，曾志伟自然是羡慕不已。而在此之后，他便也开始学着搞人情世故，并很快跟香港、台湾等地的富二代们打成一片。当然身边围着这样一群狐朋狗友，每天能聊的东西自然只有醉生梦死和女人。而很快，一个叫做王美华的舞蹈演员便进入了曾志伟的射程。女方是穷苦家庭出身的，14岁就签约歌舞团成了台柱子。而富二代出身的曾志伟在看上她后，就直接水出几千块钱当小费。面对这样的破天富贵，自然是没几个人能扛得住。而在经过2-3年热火朝天的身体接触后，刚满18岁的王美华便决定嫁给21岁的曾志伟。其实刚开始，曾志伟父亲并不同意，毕竟自己虽然说不上一手遮天，但也是跺一脚整个香港都要颤3颤的人物。自己儿子就这样娶一个舞女，多少有点掉面子。但他之所以最终选择同意，原因有2个。第一，作为警队高层的曾启荣早已听到了香港廉政公署掀起反贪风暴的风声，此时的他自然是要选择急流勇退，而如何能在退休之前大捞一笔，自然就成了重中之重。此时刚好听到儿子要结婚的消息，他自然大为欣喜。而更关键的是，自己儿媳妇是台湾人，如果2人喜结连理，自己往台湾转移，资产自然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了。可彼时身为新娘子的王美华却根本没想过这些，只天真的以为自己要嫁入豪门，当上阔太了。不过老曾家确实是有实力的，曾志伟大婚当天，亲爹在台湾宴开百席，请来了香港、台湾、澳门政商界以及演艺圈的诸多大佬，可谓风光无限。而喝多了的曾志伟看到这么多人捧场，直接放下豪言自己要生一个足球队。事实证明，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但是跟谁生的就不一定了。因为结婚当晚，曾志伟连洞房都没来得及入，就被狐朋狗友们拉出去潇洒了，甚至还美其名曰再不玩就没机会了。而当王美华看到疯狂了3天3夜回来之后的曾志伟，可谓倍感心酸。但碍于曾家的强大背景，舞女出身的他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虽然在此之后，王美华给他生下了2个女儿，但在整个家族里仍然毫无存在感。最终忍了3年的王美华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跟对方提出了离婚。见此情景，曾志伟自然是大为欣喜，因为这样一来就彻底没人管自己了。可奈何曾志伟刚潇洒了没几天，就遭遇了此生最大的变故。1974年，麦理浩宣布成立香港廉政公署，并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反贪浪潮。见此情景，包括吕乐在内的42名警队高层便纷纷出逃，而曾志伟父亲曾启荣也在发布通缉令之前就卖光了香港的房产，跑到台湾安家。按照常理来说，曾志伟应该是在台湾发展的，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自己亲爹和叔伯们即使再不堪，但人脉背景还摆在那里，他迟早用得上。可彼时年轻气盛的曾志伟却决定一定要在香港混出点名堂，甚至是重振曾家的威风。而靠着当年踢球时积攒下的人脉，随后的曾志伟便开始在影视圈崭露头角，并且很快跟洪金宝、刘家良等人打成一片。由于自己脑袋活络，再加上深谙人情世故，短短3年时间里，曾志伟便从一个最基础的龙虎武士混成了演戏、编剧的全才。而在80年代初期，
随着香港新艺城成立，他还成为了跟黄百鸣、施天、泰迪罗宾等平起平坐的超级大佬。而事业有成的他也在那段时间里迎娶了自己的第二位老婆朱锡珍。虽然女方很快为他生下2个儿子曾国祥和曾国友，但此时正值事业上升期的他却无暇顾及这些。为了让自己的潇洒生活不被打扰，随后的曾志伟便直接将老婆和儿子送到了加拿大，并开启了长达20年的分居生活。不过与前妻不同的是，这一次曾志伟上交了自己大部分的财产，而没了后顾之忧的他便开始在影视圈大展拳脚。不得不说，曾志伟是真的有点影视天赋在身上的，因为在1982年他就执导了一部香港划时代的喜剧大片《最佳拍档》。靠着另类搞怪和各种新奇元素的加入，这部电影不仅一举斩获了当年香港票房冠军，更有了跟邵氏和嘉禾3分天下的本钱。见此情景，曾志伟一行人赶紧趁热打铁，为其打造续集。而在1983年，他更是跟洪金宝一起倒腾出了5福星系列电影。虽然剧情可能大多数人已经不记得了，但那些女明星上演失身诱惑以及展露青春肉体的场面，绝对给年少的观众们留下过深刻印象。其实拍电影这一行也是讲究熟能生巧的，毕竟你得了解什么东西才能拍得好。由此可见，现实中的曾志伟对于泡妞这件事肯定是深有研究。而在此期间，他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娱乐圈这个地方，无论泡妞也好，还是做其他事也罢，有时候光用钱是行不通的，最关键的是得有权。正因如此，80年代中期的曾志伟便开始疯狂露脸，参加各种颁奖活动，并且靠着风趣幽默的嘴上功夫，担当起了香港各大选美竞赛的主持人。要知道，能够在这种活动现场坐前排的嘉宾，那都是拥有绝对实力的大佬，随便一个都可以轻松掌控台上明星的命运。而将活动办得有声有色的曾志伟，自然也就有了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机会。靠着打从亲爹身上学到的人情世故，再加上敢打敢拼，曾志伟很快成为了 TVB 的台柱子，甚至单独给他出了一个奖门人的综艺节目。可就在一切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个女演员的出现却险些毁掉这一切。90年代初期，已经在圈里站稳脚跟的曾志伟开始独立指导电影，不知道是为了享受一下权力带来的快感，还是真的想让电影一炮而红。在拍摄《安乐战场》这部戏的时候，他就提前跟女主演商量好，里面有一场激情片段要假戏真做，而底线就是男性器官不进入身体，并且告诉他这部电影拍完之后他就红了。彼时没有任何名气，于倩文就这样听信了曾志伟的话。可没想到等电影正式开拍之前，曾志伟直接将片场清空了，而没了约束的男演员便直接飞身而上。见此情景，女演员立马大声哭喊救命。可此时身为导演的曾志伟非但没有制止，反而以为是女演员入戏太深，坚持让摄影师继续拍。最后就连剧组的美术指导都看不下去了，大骂曾志伟没人性。不过在电影上映时，他删掉了之前假戏真做的部分，只保留了部分情节，可这依然给女演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随后女方便直接宣布退圈了。由于彼时的曾志伟早已权势滔天，最终这些绯闻也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其实这次看似假戏真做的事，可能就是曾志伟在试探香港娱乐圈的底线。因为早在80年代，曾志伟执导电影开始就会经常请女演员们来试一试感情戏，看看对方演技怎么樣。而彼時身為監製的蔡瀾也說過，做電影如果不是為了這些，還有什麼意思？做個製片，我哋嚟咗3日咋，都唔問我哋要唔要女人，製片邊有用㗎？冇辦事能力啦。由此可見，娛樂圈這群人私底下玩的話，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不僅如此，當年主持節目的時候，某位台灣模特還曾當眾講出曾志偉又胖又矮又好色的事，直接給曾志偉整得下不來台了。因為我覺得你又矮又胖又色，又愛捉弄人，好猥瑣嘅意思。哦，猥瑣啊！我使乜你翻譯？見此情景，他立馬說對方可以不用參加之後的選秀了，已經沒什麼機會了。我看你今天晚上都沒有什麼希望啊！由此可見，苦熬多年的曾志偉已經掌握到他奢求已久的權力了。而在此之後，他的行事說話也愈加大膽，而借着做節目效果的理由，當眾開有女嘉賓的事也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但俗話說得好，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禍。很快不可一世的曾志偉便遭到了大佬之裁。身高不過1.6米，長相談上英俊，卻喺香港娛樂圈橫行40年。佢談笑風生，卻孭滿罵名。從藍潔瑛嘅悲劇到余倩文嘅崩潰，再到前妻嘅出走，後妻嘅隱退，佢身邊嘅女人都逃不過一個字：毀。但係令人髮指嘅係，冇人可以喐到佢。佢憑乜嘢可以作惡多年，卻依舊風生水起呢？佢到底握住點樣嘅王牌背景呢？今日我哋就揭開曾志偉不為人知嘅另一張面孔。
睇睇呢一個笑面權貴如何將成個香港娛樂圈玩到團團轉。第一章，晚節不保嘅港圈大哥，冇俊朗嘅外表，亦都唔係高大威猛，卻可以喺港圈呼風喚雨40年，坐上 TVB 總經理之位。身陷緋聞無數，卻次次全身而退。呢一個就係港圈大哥曾志偉。到咗晚年，佢終究係衰咗啦。2016年一場私人聚會，佢酒後失言，當眾自爆曾經潛規則周冬雨，一句話將呢一位金馬影后推上咗恥辱柱。消息一出，輿論炸鍋，震驚全網。儘管事後佢都火速公關澄清，但曾志偉嘅黑歷史亦都隨之被網友一樁一樁爬出，包括曾經對藍潔瑛、余倩文嘅不幸往事。港圈大哥嘅體面終於裂開咗第一道縫啦。第二章，藍潔瑛之痛被掩埋嘅真相。2016年嘅周冬雨事件令到曾志偉嘅名聲急轉直下。但呢一個並唔係佢第一次企上輿論嘅審判台。早喺1999年，佢嘅名就已經同一場足以震動成個香港娛樂圈嘅黑暗風暴緊密咁相連。嗰個就係後嚟被稱為藍潔瑛事件嘅慘案。嗰一年，香港電影正行向衰落，藍潔瑛亦都早已不復當年嘅靚絕五台山的光彩。佢嘅父母相繼離世，精神狀態極度脆弱，又喺車禍之後留低咗後遺症，事業跌至谷底，成個人幾乎被生活壓垮。就喺咁樣嘅時刻，曾志偉伸出咗溫情嘅手，佢邀請藍潔瑛前往新加坡，聲稱只係探班拍攝星願，順便散一散心。對於一位喺痛苦中掙扎又曾經信任過佢嘅舊友嚟講，呢一份邀請無疑似係一根救命嘅稻草。藍潔瑛答應咗啦，佢以為嗰個係一場重生之旅。然而噩夢喺抵達嘅第一晚便降臨。據佢後嚟回憶，當晚嘅曾志偉酒醉之後闖入咗佢嘅房間。嗰一夜，佢再都唔係原嚟嘅自己，冇人可以相信佢。更確切嚟講，冇人敢相信佢。佢知道嗰個男人喺香港嘅地位無人撼動，一個係 TVB 嘅命脈人物，一個係被時代遺棄嘅女演員。呢一場對決，佢從一開始就注定輸得徹底。於是佢選擇咗沉默，但呢一份沉默幾乎吞噬咗佢嘅成個人生。佢患上咗嚴重嘅抑鬱症，精神開始崩潰，常年出入精神病院。媒體拍到佢喺街頭蓬頭後面口齒不清，獨自自語嘅模樣，人們都譏笑佢癲咗啦。但係冇人知道佢點解會癲。而嗰位港圈大哥依舊笑容可掬，主持頒獎典禮，做節目，做監製，甚至喺鏡頭前一本正經咁講出嗰句令人諷刺至極嘅話：我最討厭嘅就係性騷擾啦。直到15年之後，一切先至鬆動。嗰日，藍潔瑛久違咁接受咗媒體嘅採訪，佢眼神平靜，卻每一個字都好似個針咁。佢坦白自己曾經被兩位圈中大佬侵犯，一位係鄧光榮，另一位就係曾志偉。當時嘅香港輿論瞬間爆炸。佢講完之後，沉默咁低落頭，聲音震抖：我呢一輩子毀咗啦。由於鄧光榮早已經離世，真相已難求證，但曾志偉仲活着。喺藍潔瑛口中嘅嗰位矮仔、似壓公聲嘅男人，幾乎唔需要指名道姓，所有人都識。然而呢一場爆料換嚟嘅唔係公義，而係冰冷嘅公關。曾志偉火速召開咗記者會，堅稱純屬造謠，並以律師名義發出聲明，要求全網刪除視頻，否則將以追究造謠者法律責任。但越係遮掩，越係顯心虛，連圈中人都開始暗示真相。當記者問劉嘉玲對此事嘅睇法嗰陣，佢意味深長咁話：
呢一件事只有曾志偉自己先至知道點化解，而向太陳嵐更加係罕見咁轉發咗相關微博，微博中赫然寫住嗰個傷害佢嘅人係唐老鴨。眾所周知，曾志偉嘅愛好正係唐老鴨。就咁，答案早已經呼之欲出，但係呢一切終究未能等嚟結局。2018年，藍潔瑛孤死於家中，年僅55歲。警方喺佢嘅公寓入面發現佢嘅電視仍然開住，台上放住冇食完嘅外賣，而佢靜靜咁瞓咗喺地上，冇真相，冇道歉，亦都冇正義。嗰段歷史就咁樣被塵封喺時間嘅灰燼入面。佢走啦，而佢仲喺度，一個被人遺忘，一個依然活躍喺鎂光燈下。直到今日，藍潔瑛事件仍然係香港娛樂圈最不能觸碰嘅謎，亦都係曾志偉一生中最洗唔甩嘅污點。第3章，余正文之殃，銀幕背後嘅假戲真做。藍潔瑛嘅指控如一聲陳雷，令成個香港娛樂圈為之一振。但真正細究起身，呢個並非孤例，亦絕非首次。喺藍潔瑛行入嗰場無法回頭嘅噩夢之前，曾志偉早已經喺另一位年輕嘅女星身上留低咗更早嘅一筆污跡。時間回到1989年，嗰年佢啱啱結束與港姐趙世珍妹妹趙麗娟嘅婚姻，自導自演一部戰爭題材電影《安樂戰場》，表面上係獻俾香港電影黃金年代嘅創作之作，實質係一場將權力與慾望碾碎再塞翻入膠片入面嘅私人獵場。嗰一年，余正文年僅19歲，啱啱出道冇幾耐，涉世未深。佢被選中出演女主角，既緊張又興奮。而喺佢仲喺度猶豫戲中是否會有過於暴露嘅片段嗰陣，曾志偉親口安慰佢：放心啦，尺度雖然大，但唔會突破你底線嘅。佢選擇咗相信，但呢一份信任好快就被撕碎。據余正文事後回憶，真正拍攝嗰陣嘅場面早已經超出任何劇情需要嘅範圍。飾演叛軍嘅男演員喺鏡頭前當眾強行同佢發生咗關係，佢當場掙扎、哭喊、反抗，但成個片場鴉雀無聲。而嗰個身為導演，亦都係現場最高指揮者嘅曾志偉，不但冇嗌停，反而冷漠咁掉低一句：佢入戲太深啦。成個片場嘅人都沉默咗啦，冇人能夠救佢，冇人質疑導演，冇人同佢講話，佢成咗孤島。而更令人髮指嘅係，事後曾志偉居然仲想將呢一幕保存落嚟，並且剪入電影，絲毫不顧受害者嘅尊嚴與心理創傷。直到事件傳出，社會輿論譁然，佢先至迫於壓力刪去咗片段。電影照常上映咗啦，但係余善文嘅人生從此停擺。佢患上咗嚴重嘅抑鬱症，冇幾耐就黯然退出咗娛樂圈，銷聲匿跡。而嗰部所謂嘅導演野心之作，最終淪為一個女演員血與淚嘅證物。遺憾嘅係，呢一切似乎並冇為曾志偉敲響警鐘，相反，佢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喺一次慈善晚會嘅後台，佢竟然當眾對女星曾華倩上下其手，甚至試圖強行除低佢條褲。眾目睽睽之下，曾華倩強硬咁打咗佢一巴掌，先至得以脫身。但係呢一個鬧劇竟然被媒體輕描淡寫為開玩笑，就此不了了之。更令人啼笑皆非嘅係，佢喺《康熙來了》節目上嘅一段表演，主持人請佢示範乜嘢係欣賞，佢便肆無忌憚咁轉頭掘住身旁女星嘅胸口，露出一副自鳴得意嘅猥瑣笑容，然後一本正經咁話：咁就係欣賞啦。全場哄笑，但背後嘅不適與惡意卻穿透咗熒幕。但係邊個可以估到咁樣嘅行為竟然喺嗰個年代被包裝為綜藝效果？而要理解
曾志偉為何屢屢越界，其實亦都不難。佢嘅人生從未對承諾與約束真正敬畏過。佢早婚早離，情史混亂，對家庭毫無忠誠可言，一邊用愛女心切嘅形象出現喺公眾場合，一邊又喺幕後做盡荒唐之事。人前似父，人後色魔，熒幕上嬉笑怒罵，銀幕後手段狠辣，呢一個先至係港圈老江湖真正嘅模樣。但曾志偉真正嘅本事從嚟都不在於多能演，而在於就算做盡齷齪之事，依然能夠全身而退。第4章，兩任妻子，婚姻係佢手中的煙火。一個人如何對待身邊嘅女人，往往決定咗佢最真實嘅樣子。當余倩文嘅故事逐漸被人知曉，曾志偉嗰副港圈大哥嘅光鮮外衣開始出現一道道裂痕。如果話娛樂圈係佢放縱慾望嘅戰場，咁佢嘅婚姻就係佢肆無忌憚踐踏情感嘅另一張試紙。故事嘅開端要翻到佢19歲嗰年，嗰時嘅佢仲係個初出茅廬嘅臨時演員，身高唔高，長相滑稽，卻偏偏喺一次圈內嘅活動中遇上咗膚白貌美、氣質出眾嘅黃美華。呢一個係典型嘅癩蛤蟆想食天鵝肉嘅故事。起初黃美華對呢一個其貌不揚嘅男人毫無好感，但係曾志偉嘴上有一套，花言巧語講盡情話，許諾未來。喺嗰個情感充沛、少女心泛濫嘅年代，黃美華終究被打動啦。1972年，二人喺香港舉行婚禮，一時間新郎係無線未來之星嘅噱頭，登上咗唔少圈內小報。但係婚姻生活先至啱啱開始，黃美華就發現自己嫁錯人啦。成家後嘅曾志偉根本唔係一個想安定落嚟嘅人，新婚唔到幾個月，佢就露出咗真面目。佢直接對黃美華講：我仲未玩夠，唔想被婚姻束縛，先玩3年咁啦。講完，頭都唔回咁離開咗家門，同一眾狐朋狗友流連夜場，夜夜笙歌，夜夜留宿他處。整整3年時間，黃美華好似個守寡嘅妻子，獨自照顧家庭，撫養2個女，而丈夫嘅身影只係喺媒體報道嘅緋聞角落入面若隱若現。呢一段婚姻最終以黃美華主動提出離婚告終。佢走得決絕，冇糾纏，亦都冇挽留，只係留低2個年幼嘅女，仲有一個永遠無法填補嘅家庭空位。但係對於曾志偉嚟講，黃美華嘅離開不過係生活入面少咗一個背景音。喺佢嘅世界觀入面，女人從嚟都唔係家庭嘅核心，而只係佢人生劇本入面隨時可以替代嘅角色。好快，新嘅角色登場啦，朱希珍，一個安靜內斂、幾乎唔涉娛樂圈嘅普通女子。佢填補咗黃美華留低嘅空白，為曾志偉生落咗2個兒子，組成咗理想嘅家庭模型。然而命運嘅走向再次重複嗰套熟悉嘅戲碼。朱希珍刺激咗黃美華早年嘅影，忍讓、退讓、默默隱忍，而曾志偉亦絲毫冇從第一次婚姻中學到任何嘢，依舊四處留情，夜夜應酬，仿佛家庭對佢而講不過係一個休息站。終於有一日，朱希珍獨自帶住孩子遠走他鄉，消失咗整整20年。期間鮮少喺媒體中出現，亦都未曾公開表達過任何對曾志偉嘅指責或者係怨言，只係佢嘅沉默更加似係一種無法言說嘅控訴。諷刺嘅係喺外界眼中，曾志偉仍然係嗰個好爸爸、好前輩，仲可以主持金像獎、主持藝人協會，甚至高居 TVB 高位。但係喺佢最親近嘅女人眼入面，佢係一個始終學唔識如何愛人嘅過客。佢對女人嘅態度從未真正改變，從女演員到女下屬，再到自己嘅妻子，佢嘅規則只有一條：得到時玩弄，厭倦時放手。而呢一條規則亦都注定咗佢晚年明星嘅崩塌與
孤島化。第5章，盛宴背後邊個敢喐佢呢？佢到底憑乜嘢如此囂張呢？當外界質疑聲四起，當曾志偉嘅黑歷史一樁樁被揭開，不少人發出同樣嘅疑問：佢到底係邊個撐腰先至好似咁樣無法無天呢？呢一個問題喺佢60歲生日嗰一晚得到咗最震撼嘅回答。2013年，曾志偉舉辦60歲壽宴，呢一場宴會被媒體稱作港圈版鴻門宴，不僅排場盛大，更加成為香港娛樂圈權力版圖嘅一次集中展示。為咗配合佢嘅生日宴，香港電影金像獎竟然主動提前一日舉行，只為不與佢嘅派對撞期。而喺生日嘅當晚，幾乎成個香港娛樂圈傾巢出動，劉德華、張學友、譚詠麟、曾志偉昔日嘅情場對象余倩文，就連一向低調鮮少出席私宴嘅趙本山與周杰倫，亦都破例現身。當晚最引發熱議嘅一幕係周杰倫為曾志偉改編《菊花台》，仲親自伴奏為呢一位港圈大哥站台。更令人瞠目嘅係 TVB 不僅出資240萬包低100幾圍，仲專門將宴會打造成綜藝節目，命名為志在高興之偉大派對，喺電視台全港播出。主持人全部都係 TVB 當家藝人，鏡頭剪輯幾乎將曾志偉塑造成港圈精神圖騰。舞台燈光簡直係比金像獎仲加炫目。呢一個唔係一場私人壽宴，呢一個係一次由體制主導嘅加冕儀式。邊個敢喐佢？邊個願意喐佢呢？幾乎冇啦。就連 TVB 咁樣嘅傳媒巨獸，亦都喺佢嘅生日宴上甘為綠葉。娛樂圈、政商界、黑白兩道全部都低頭敬酒。呢一夜，曾志偉不止慶生，佢係用現實狠狠咁話俾質疑佢嘅人知：你睇，我仍舊係香港最有面嘅人。而呢一份面子到底係點嚟嘅呢？要從佢嘅原生家庭講起。第6章，佢背後嗰位不倒嘅警長。1953年，曾志偉出生於香港一個唔一般嘅家庭。佢嘅父親曾啟榮係當年港英政府嘅高級警司，傳言中係雷洛探長身邊最得力嘅生父之一。黑白兩道通吃，吃香喝辣，呼風喚雨。喺嗰個收錢先至辦事嘅年代，曾啟榮以貪腐起家，亦都同埋黑幫千絲萬縷。有傳佢不但止斂財，仲私設賭場，包庇幫派，係嗰個年代警界嘅權力樞紐。後嚟香港成立廉政公署，一場肅貪風暴席捲全港，唔少老警大佬紛紛落馬。曾啟榮亦都俾人舉報，為避風頭，佢遠走台灣。但係即便人走茶未涼，佢喺香港嘅影響仍然喺度。好多商界老友、政界熟人、江湖兄弟都俾面，而曾志偉就係喺咁樣嘅權勢庇護下長大噶。年少耳濡目染，佢好快就學識咗如何喺娛樂圈游走企位，從主持人、演員、導演，再到 TVB 總經理、金像獎副主席，佢一路攀升，靠嘅唔單止係才華，更多嘅係背景與手段。佢可以將壽宴辦成半個金像獎，亦都可以令到大咖爭相捧場，媒體集體沉默。唔係冇人敢揭佢嘅底，而係知道喐佢就係喐香港娛樂圈最深嘅嗰條線。曾志偉表面上睇係搞笑能人、圈中大哥，但係佢身後企住嘅係嗰個救香港嘅影，係一個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嘅殘酷現實。喺港圈，佢唔係最有才嘅嗰一個，但一定係最識權、最懂局、最懂人情世故嘅嗰一個。呢一個先至係佢真正嘅護身符。